你在家喝茶吗？喝茶。啊，你喝什么茶？绿茶、白茶、黄茶。怎么啊？都喝。哦，就呢。哎，来，阿姨怎么了？我嘎的布也不是好好看，你挑一块多件衣服。哦，好啊，阿姨。哦，这个弹性挺好，你选这个料子都很好。手感，哇，这个料子这感觉弹性，这个料感觉就弹性很舒服。但这个是纱的那种。哦，这个也很舒服。我妈还真没给外人做过衣服，全是自己家里人。我现在那做完了以后我就算内人了。这么，我其实有老婆了，有点冲动了。再量量身长吧。哎，好，您这量就不用报数了啊。别说出来。对，别说。不用报。你记着了吗？不拿个笔给你记一下吗？差不多。哎呀，反正就那么绕呗，反正。还失望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原来大导演也就这个身材嘛。不是，这是标准身材。没有什么意外的事，很失望。好了，我就在这儿退吧。阿姨，那辛苦你了。别打扰我妈工作了，专心玩吧，先出去玩吧。这间是她的工作室。这是绣的吗，妈？不是绣的，凉的。哎，你给子墨做一件，那没我老公的份啦。没你老公份就没，个人想着个人的。好，你走吧。哎，好，快点，你来一步。他上一步走了哪儿？这儿，跑是吧？你平时回来会跟叔叔下棋吗？我老婆回来跟他下了2次，都赢了。我们赢了你了吧？没，一般。赢没赢过你？以前说赢没赢过你？就我赢不他，我媳妇儿媳妇赢了不好看。是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就是我老婆跟他摆。然后我老婆打开一个象棋软件，挑了地狱级难度，然后我爸走一步，我老婆走一步，电脑怎么走，他就怎么走。没想到这种事真实发生了，真的。他跟我说，我一看赢了，我说真赢了，我觉得这是我的制胜秘诀，你不能告诉爸爸。不，你看没有？完了，这两口子怎么完了，我这再不给你下，我情商全毁了，我情商全毁了。诚心的，诚心的。为了我不好意思呢。就是，结果上。我以为他让我爸让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说不是让，他不，你爸真的下不过我，因为你那是什么软件？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没事，差不多。其实，快，你来。你来，我真的还好，你先走一步嘛。那我走这步。真不知道怎么走。对。不能打他军吗？可以打。就掉了。哎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真的偷了一步。没看见，开心。真的。像我们家有时候会玩牌，我还自己从网上订了一个奖杯，我们家第1届的，比如像纸牌赛的冠军。完了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妈特别喜欢看那个第3调解室，然后决定谁刷碗，就会用猜拳的方式说。有段时间我们还会一起去楼上的天台去一起做操，我爸搞了一套强身健体操，然后之前的时候其实特别想要带他们去到处走走什么的，我觉得这就是一家人最好的一个状态。爱情慢用。看看我妈，我给妈出了个款式，我说来点小心思，你就简单点吧，就别让她翻车了。别说了，你朝天就给你妈丢丑就是。他到时候就跟人家说，哎，就人家问你爸妈有什么爱好，平时那我说啥？我说你干啥？你做衣服那不就对啊？你就是爱好就是做衣服。做衣服我就是这些老太太，我就给他们做，就是怎么是大导演？你不能因为他是个导演，你就不给他做衣服。对啊，导演怎么了？导演也要穿衣服啊。做衣服。上操作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就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。
是 T 恤是吧？嗯。这个八边这不好用，这不好看。我这还不好看呢，我觉得很好了。还有这种设计竟然。对，给你开个小 V 领显脸。竟然还有这种设计。你换一下试试吗？我换一下，我换一下看看，我换一下看看。对，很帅，我觉得。还行吧哈。真的，阿姨，你还给我做了一个 oversize， 真的。啊？哦，真的很帅。那凉的嘛。我的妈，阿姨真的开店吧？这，我要入股了。真的。哇，你选这个布也很舒服。对，这是棉绸，就是人造棉，好的人造棉就是。哇，阿姨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的。我觉得比一些什么设计品牌要好看很多。你是模特，你穿什么也好看。哎，这也是一方面啊。别人身比你好看了。这可以的。哦，好酷啊，这个。